大家好，歡迎收睇足招，我係招仔。今日終於返嚟同大家分享足球投注啦。話說上一次買一個比較熱嘅讓球主客和受讓呢，終於都破咗燈啦。咁回顧一下上一次條波飛先啦，就係買咗英格蘭甲組足球聯賽維爾港主場同韋甘比嘅賽事，我哋就買咗正一客隊嘅1.41倍。最尾就收錢啦。同時亦終止咗10連敗呢個劣績啦。呢場英甲除咗入球之外角球大、黃牌大、射門次數大、射門中籠2對3㗎，不過唯獨是入波0對0。好彩當日我就揀咗讓球主客和正一啫，如果唔係我都冇份收錢啦。今日呢，我哋繼續挑戰世界盃外圍賽歐洲區賽事德國主場對斯洛伐克，呢一場係分組賽嘅最尾一輪啦。今晚3點45分就會開波啦，敬請留意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咁呢場波呢，我就買咗入球大細大波嘅德國大3球3.5球。其實呢一組小組非常之明朗德國同斯洛伐克就各攞12分就排行榜首啦。跟住就北愛爾蘭第3。佢哋有6分嘅。至於最尾嘅球隊呢，盧森堡就全部都輸晒嘅，排緊包尾。其實今晚未打呢場波之前雙方都已經都有機會入呢個世界盃嘅資格㗎啦。只係邊一隊可以直接晉身世界盃，而唔需要經過附加賽去決定係咪攞到入場券嘅啫。今晚德國無需要贏波，只需要不敗就可以直接晉身決賽啦。唔係決賽周係。斯洛伐克呢就唔一樣啦，佢要打敗德國先可以直接晉級呢個世界盃決賽周嘅。亦即是話斯洛伐克必須要贏先可以確保世界盃必定見到佢哋先講講雙方對賽嘅往績先啦。德國對住斯洛伐克呢，通常唔係贏就係輸㗎啦。大波呢都係一個比較常見嘅賽事結果嚟嘅。除咗首循環斯洛伐克主場對住德國開2-0爆冷贏出之外呢，其餘對上4次都係開3球或以上嘅比數嘅。睇一睇德國嘅比賽表現先啦。德國除咗第一輪比賽對住今日嘅對手斯洛伐克輸2-0之後呢，4場都係全勝嘅。就算再計埋之前歐洲國家聯賽佢哋都開咗好多大波可以見到德國隊嘅比賽入波都不乏證明嘅。畫面見到嘅比賽有一半以上都開住3球或以上。至於德國主場方面又表現成點呢？佢哋畫面所見淨係輸咗2場啫，其餘全部都大波嚟嘅。最近嘅比賽1、2、3、4、5、6、7佢哋呢度有7場係開3球或以上嘅比數嘅，仲要只有1場係啱啱好3球嘅啫。其餘都係可以收足全格嘅。呢度就係斯洛伐克近期嘅比賽表現啦。可以見到斯洛伐克最近呢一個分組賽全部波係細波嚟㗎，所以畫面所見佢哋細波係比較多啲嘅。仲要比賽雙方嘅其中一邊係會入唔到波嘅。跟住就係斯洛伐克嘅比賽數據啦。呢啲都係客場嘅比賽數據嚟嘅。可以見到大細分佈方面就差唔多嘅啫。對上2次斯洛伐克作客都係開細波嚟嘅。而呢度就係博彩公司開緊嘅盤口賠率啦。讓球盤通常都開 1.52 㗎啦，係有一隊就開2球。至於大細方面出邊博彩公司嘅中位數就開緊3球 3.5 球。有一隊時間初盤開3球嘅。而馬會讓球主客和就開緊1球半2球啦。大細方面最低嘅檔係3球 3.5 球，跟住3.5球，跟住就4.5球嘅。我今晚嘅選擇就係大細波中位數最細嗰檔，即係3球 3.5 球，有1.8幾水都 OK。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啦，唔知你又鍾唔鍾意呢？
咁啊鍾意嘅，咁啊方便訂閱埋觸礁呢個頻道，撳埋個鐘仔你就可以搶先睇我嘅出片啦。咁啊若然今晚呢場波啊，咁啊真係開大啊，咁啊聽日撳返入嚟，撳埋個 like 佢先好走啦。咁啊希望今晚啊可以如願以償，咁啊德國開個大波出嚟。咁啊雙方好似琴日愛爾蘭嗰場嚟一場入球 show，咁就最好不過啦。咁啊各位啊記得聽日要小心溫度啊，聽講聽日呢就開始凍啦，唔好因為咁樣而病咗啊！如果唔係就好慘噶啦。好啦，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啦，下次有機會就再同大家分析過。拜拜。